歡迎嚟到智醒智慧醫療網上課程。第4堂將會為各位介紹18區中醫診所。本節將會為各位老友記介紹由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開發嘅18區中醫診所流動應用程式，包括預約政府資助中醫門診、查詢實時配藥狀況及各項中醫診所等實用資訊。乜嘢係18區中醫診所呢？18區中醫診所係為流動裝置設計嘅一站式流動平台，目的係讓使用者通過不同模式使用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嘅公共數碼服務，以及管理喺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內嘅求診人士資料等，例如查看已經辦理嘅預約以及管理預約。主要嘅功能包括預約、查詢、中藥、診所資訊等。現時18區中醫診所流動應用程式提供中文及英文版本，支援已安裝 iOS 12.0及 Android 6.0或以上嘅智能手機。市民可以透過 Apple App Store、Google Play 同埋華為 App Gallery 平台免費下載。相對上兩堂講到嘅 HA Go 同埋醫健通 eHealth， 大家可能比較少接觸18區中醫診所流動應用程式，而家就為各位老友記介紹下呢一個程式嘅使用方法啦。喺預約功能方面，打開應用程式，選擇你想要預約診所嘅地區。如果所搜尋嘅診所顯示尚有餘額，就代表可以供你預約。按預約進入下一步預約程序，選擇你所需要嘅科類。選擇科類後，可以查看最早嘅預約期，並且可以於60秒內按接受預約，以確認預約資料，或者選擇搜尋另一時段。按接受預約後，你需要喺120秒內輸入身份證明文件號碼及出生日期，閱讀並同意接受聲明，然後按確認。接受預約後，隨即就可以查看已經確認嘅預約資料，包括已預約日期、時間、診所資料。喺查詢預約方面，於主頁面按查詢進入查詢預約，選擇以身份證明文件查詢或者以參考編號查詢，輸入所需嘅資料之後，揀選已閱讀並同意接受聲明，然後按確認，就可以查詢你嘅預約記錄。喺我的籌號方面，按我的籌號輸入或者掃描取約籌號，就可以及時更新排隊取約嘅情況。喺診所資訊功能方面，按診所資訊可以透過選擇地區，包括香港、九龍、新界及離島，查詢全港各區嘅診所資訊。最後喺我的收藏功能上面，你可以將常用嘅資訊收藏，用戶可以喺主頁面我的收藏中快速瀏覽有關資料。希望各位老友記都能夠喺呢一段影片了解到18區中醫診所嘅相關資訊。如果有需要，歡迎瀏覽18區中醫診所網頁，了解更加多嘅詳情。